大家好啊，歡迎又嚟到呢個不倒翁頻道。今日係2025年6月22日，第1634集。我哋今日嘅題材係長實今次有冇得發圍啊？嗱，點解呢？因為你睇下今日嘅封面啦，我哋香港咧有貴客，嗱呢啲先至係我哋想要嘅客，冇錯啦，就係嗰啲從內地嚟香港讀書嘅學生，因為佢哋咧要喺香港租地方住啊嘛，而且咧佢哋俾嘅租金咧都相當之可觀嘅，加上咧個人數啊，即係個需求咧好犀利啊。咁我哋香港咧而家有好多空置咗嘅商廈、乙級啊、甲級啊，甚至其他嘅工業大廈咧，呢啲地方咧全部都可以咧有計諗嘅。咁啊當然梗係要數翻去呢個長實啦，因為長實咧其實喺香港咧都有啲嘅酒店嘅，其實都唔少㗎嚇。其中有啲咧係服務式酒店咧，近年嚟咧佢就話想改造呢、一個住宅，跟住就發售。好啦，咁啊而家咧又唔知進展成唔成功喎，我亦都冇跟進到過嘅喎。只不過就係覺得呢一次咧，可能有機會咧就俾阿李澤鉅再諗一諗，應該點樣做好咧？因為而家有呢個需求咧，哇！呢一次機會唔好放過啦。如果可以用呢一個機會嘅話，可以將佢旗下嘅物業，如果佢想套現嘅，咁而家呢一個咧，可能係一個好時勢。點解咁樣講咧？嗱，今日聽埋落去就知㗎啦。所以咧喺呢個節目未正式開始之前，喺度呼籲下各位，如果可以嘅話，希望你哋可以俾個 like，分享我啲條片俾你啲朋友，同埋訂閱埋我呢個頻道。如果可以睇埋廣告，就更加多謝晒各位嘅幫忙啦。呢一排咧我都習慣就係每日都出兩條片，一條咧就係講美國嗰邊嘅美股，一條咧就係講翻本港嘅。不過琴日咧因為有啲嘢做啦，所以咧只能夠拍一條。咁啊唔緊要啦，如果有時間嘅就盡量補都可以補得翻嘅。好啦，嗱，譬如咧好似對上嗰兩條啦，第一條就係呢個1632B 啦嚇，當時咧就講緊我哋香港嘅市面上咧仍然好平淡啊。咁呢啲平淡咧自己有眼睇嘅，同埋我啲朋友咧做生意嗰啲，佢哋都係咁樣講嘅。好啦，咁啊，因為咧有一位嘅觀眾就訪問咧，就即係問起啦，就話有冇啲比較好啲嘅投資啊，譬如話啲穩定啲嘅收入啊，即係啲股息收入啦。咁我就話有嘅咁樣，咁啊有進一步嘅解釋或者有進一步嘅講法啦。因為咧呢一位嘅觀眾咧亦都再次咧係寫咗啲留言落嚟，咁我亦都想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嘅。佢話咧首先話多謝我嘅分析先啦。佢話仲有一間長和系嘅公司啊，呢個就係編號215啊，即係呢個和記電訊啦嚇。咁佢話而家咧嗰個息率咧有7.5%，每年咧派息咧大概係動用3億幾左右啦。咁啊而家公司咧手頭上持有嘅現金就36億元，如果每年嗰個經營嘅活動現金有10億元以上嘅話咧，佢話佢記得咧曾經每年咧派息咧都係唔會減嘅。咁佢問我覺唔覺得呢一間係一間穩健之選咁樣講？215咧研究就少嘅，不過咧都有知道佢嘅情況嘅。嗱咁佢而家嘅股價咧都係比前低咗好多啦，係咪？咁啊其實咧佢而家個市盈率咧係好誇張嘅，即係825倍嘅話，你可以知道嘅，即係就咁斷估啊，都知道佢係有錢賺，但係賺嘅錢嘅幅度咧係非常之少嘅，即係話同而家嘅市值47億比較嘅話咧，咁就真係差好遠啦。咁你話佢每年嘅經營活動有現金流10億以上，咁呢個係現金流啫。咁但係如果佢嗰個賺錢能力係差嘅話咧，我覺得長此落去都唔係辦法嘅。嗱，譬如咧，我啱啱先睇翻咧，就係呢一個呢個和記電訊啦嚇。咁佢喺2022年嘅時候咧就蝕咗1億5800萬，咁啊喺2023年咧就蝕咗5200萬，即係蝕嘅幅度咧係減少咗，甚至去到2024年咧係有錢賺，但係只係賺得嗰600萬咁多嘅啫。咁600萬嚟講，對一間市值有成47億嘅話，佢雖然有即係大家都話見到佢有36億元嘅現金喺手上邊啊嘛。咁但係呢啲現金你總有一日你會用晒嘅喎。咁仲有喎，你又唔知未來嘅日子裏邊咧，呢一間公司咧係可唔可以製造盈利？因為咧始終都要係不斷製造啲盈利出嚟嘅話咧，咁呢間公司先至可以叫做持續增長嘅，或者可以咧係繼續活下去嘅。咁如果佢只係靠食老本呢36億嘅話，我就覺得
咁如果呢36億喺呢十年裏面每年都派3億6嘅話，咁啊大概10年左右就派晒，即係用啲最簡單嘅方法計啦。咁10年之後，咁啊點樣持續落去咧？即係呢個持續發展咧先係最重要嘅。所以第一件事，如果和記電訊係可以起死回生，即係話佢嘅盈利咧係可以有增長嘅，譬如話2024年得嗰600萬，咁啊。今年嚟即係2025年咧，有幾千萬甚至有過億嘅，即係翻去以前嗰啲水平嘅話咧，咁又唔同啊，係嘛？你睇下2020年啦，佢都賺3億6100萬啦。咁你作為一間香港比較大型啲嘅電訊供應商嘅話，咁你嗰個盈利咁差嘅話，似乎世界即係比較係咩啊？揾食艱難咯。咁揾食艱難嘅話，係咪應該揾一啲咧更加穩陣啲嘅地方咧？7.5% 嘅回報率係因為個股價嘅問題啫。咁如果個股價再跌多啲嘅話，咁佢個回報率咪有成8%、9%，咁長期落去係咪咁吸引咧？我都有啲懷疑嘅。好啦，咁啊另外咧，如果你係講電訊嘅話，咁啊香港電訊呢一間龍頭大佬一年都揾成50幾億嘅，比呢個和記電訊賺得嗰600萬。係咪爭好遠啊？咁佢嗰個派息率都有7%，咁呢一間公司你又覺得應唔應該值得去考慮一下咧？話晒市盈率都似樣啲啊，16、7倍係嘛？咁啊你話再想穩陣啲嘅話，我覺得如果你話喺長和系裏邊咧，應該就要數到港燈啦，起碼佢有準許回報率啊嘛，係包賺唔會蝕噶嘛，咁樣先至可以長期落去。雖然佢都孭住好多債，但係如果相對起和記咧，佢喺呢個自由嘅競爭市場裏邊咧，要佔一席位，咁如果佢做得好，咁啊當然冇問題啦。咁但係做得唔好嘅話咧，佢就要承受虧損噶咯。反而咧港燈佢蝕錢好難咯。仲有佢賺得少，佢都可以申請加價噶嘛。即係點計都唔會衰咯。咁問題就係佢個債務方面咧，就要睇下利息支出幾多啦。但係近年嚟咧，佢嗰個活動咧都唔係話特別差嘅，而且嗰個股息回報率都有5.6%。咁如果講穩陣嘅話，記住係講穩陣嘅話咧，我會首選呢一個港燈先咯。起碼去到2033年我都唔使驚啊嘛，就係咁樣啦。香港咧一直都係話希望多啲旅遊人士落嚟香港，即係大陸嗰啲啦。咁啊希望佢使多啲錢。咁其實呢一個期望咧，阿田北辰咧都已經講咗，唔好期望太多啦。佢哋落嚟咧，可能咧就唔係好似我哋想象中咁樣，係會不斷咁使錢嘅。不過有一啲貴客咧落到嚟咧，就長年累月都會喺香港使錢㗎啦。起碼咧，如果喺香港讀一個 degree，都起碼3-4年啦，係咪先？咁你點都唔走得啦啩？所以又要喺度住又喺度食嘅話，呢啲先至係貴客。好啦，嗱，聽一聽呢個消息咯。美聯物業表示啦。佢話今年嘅第二季咧，整體嘅樓市咧係靠穩嘅。咁啊預期咧，無論係一手或者係二手嘅交投咧，樓價同埋租金咧表現咧均咧係有上升嘅趨勢。佢話呢個咧係自從呢個2023年第一季之後咧，再次出現咧租價齊升嘅境況。咁啊好似好事嚟嘅喎，啱嘅。佢話咧隨住第三季度咧進入呢一個叫租務嘅旺季，咁都啱嘅，因為我哋9月份開學啊嘛。咁如果係讀大學嗰啲咧，有內地嘅學生啊，有高才啊、專才啊，佢哋都會落嚟香港噶嘛。咁佢哋對香港嘅房屋嘅需求一定會增加噶嘛。所以咧，如果配合埋呢一個低息嘅環境情況之下咧，我哋香港嘅樓市嘅表現咧就可能會更上一層樓。不過咧呢個美聯所講嘅咧，同我喺報紙睇到日日都有人蝕錢嗰個情況咧，好似相當之唔同啊。所以咧我呢啲數據咧，佢哋講有佢嘅道理嘅嚇，咁大家不妨聽下冇問題嘅。美聯咧就預計咧第三季度嘅租金咧，預料就可以上升嘅，咁係一件好事喎。如果租金上升嘅話咧，理論上即係你層樓值錢咗啦，咁理論上你層樓嘅價值都應該會向上升，所以佢咧就斷估咧就係話樓價咧可以繼續咧就升2%，甚至咧可以喺呢個4年之內咧連續幾季度咧都可以咧係做到呢一個租價咧係齊升嘅境況嚟嘅。佢話而家嚟睇嘅話咧，因為有低息環境嘅情況，不過記住啦，低息環境咧可以一時一時嘅啫嘛，係咪先？咁你唔好以為低息環境係長此都係咁樣先得㗎。佢而家嘅講嘅現象就係，喂，供平過租喎，所以應該買樓喎。咁買唔買樓就唔知啦。只不過咧，我哋而家睇嘅係貴客，買樓就千祈唔好。不過如果你有樓可以租出去嘅話咧，我覺得都幾好租嘅。如果你嗰層樓係喺呢啲大學啊
嘅附近或者學院嘅附近嘅話咧，應該掂嘅，因為未來日子裏邊咧嚟香港升學嘅人數咧係會與日俱增嘅，咁所以咧租屋方面咧個租金咧希望可以跑贏大市，係就好啦。嗱，不過咧都有啲數據咧係可以支持呢一個美聯嘅講法嘅，因為呢啲咁嘅資助大學啦，或者係啲個自資嘅院校啦，非本地生嘅限額咧近年咧已經放寬咗㗎啦，所以咧學生嘅宿舍咧係供不應求嘅。咁我哋香港有咗呢批貴客咧，嗱讀書又要俾好多錢啦，因為佢哋唔係本地學生嘛，理論上應該要交 international student 嗰個金額㗎嘛。咁啊加上喺香港咧租層樓，哇點都要萬幾兩萬蚊一個月啦，係咪先？呢啲貴客一定唔可以放過啊！政府咧琴日先至講嘅，佢話咧容許一啲酒店啊或者商廈咧，無需經過任何嘅規劃程序咧，就可以改裝成為呢一個學生嘅宿舍喎。咁啊發展局亦都估計啦，每一個項目咧，如果因為無需要申請嘅話咧，就可以咧節省咗6至9個月嘅前期規劃嘅時間，咁咧就令到咧更加多嘅學生嘅宿舍咧就可以供應俾市場上，咁呢啲咪就係揾食嘅地方咯。中文大學咧亦都表示，佢話強烈鼓勵咧政府咧要為香港嗰啲宿位啊，即係佢宿舍嘅住宅啊，應該要提供一個咧係供應嘅制定嘅路線，即係要俾人知道咧，喂究竟想點樣行㗎？咁佢哋先至知道咧未來日子裏邊可以點樣收生啊，點樣可以租呢啲咁嘅屋俾呢啲咁嘅外國嘅學生或者係內地嘅學生啦嚇。咁啊，所以咧亦都可以令到學校咧知道咧，我哋收生嘅時候咧可以有幾進取嘅。嗱，有啲數字咧聽出嚟咧，你覺得香港嘅租屋咧前景係相當之唔錯嘅。例如本港而家咧大概有44000個學生嘅宿舍嘅單位啦。但係今個學年咧，全日制嘅本科生同埋研究生咧，加埋有成192000人喎。咁但係得嗰44000個宿舍嘅單位。咁但係你都知道有啲本地生佢哋翻屋企住㗎嘛，咁佢哋唔會住喺宿舍㗎嘛。但係如果係非本地生嘅話咧，咁就唔同啦。咁佢哋一定要喺香港住㗎啦嘛。所以咧近年嗰個趨勢咧係不斷上升嘅，而且呢8間嘅資助嘅大學咧，佢哋嘅收生制度咧，而家有40% 可以係非本地生嘅學額咧，係未用盡㗎。聽講今年度嘅話咧，好多嘅8大嘅資助嘅大學咧，其實佢哋非本地嘅學生咧，只係達到23%，咁即係仲有17% 可以更加進取喎。所以如果佢收多啲學生嚟嘅話咧，哇嚇！香港呢個租務嘅地方咧，相當之唔錯㗎啦。嗱，不過咧想講一個例子俾大家聽，等大家振奮一下嘅。嗱，呢個宏安地產啦，去年咧就發展呢一個叫做學生宿舍嘅項目啦。咁啊，位於呢個新蒲崗嘅六合街啊，呢一個原本咧就叫做九龍嘅貝爾特酒店咧，而家咧就翻新成為呢一個學生嘅宿舍啦。咁啊，鄰近咧就係呢個鑽石山嘅地鐵站啦。咁我曾經都去過嗰個附近嘅，咁啊應該咧就係幾方便嘅。而家咧就提供1450個宿位，咁啊屬於本港咧較大規模嘅私營嘅學生嘅宿舍嚟嘅。好啦，嗱呢一個項目咧其實咧原本係屬於新世界㗎，不過新世界咧就喺呢一個2年前啦嚇，2-3年前啦，咁咧就將佢咧就賣咗俾宏安同埋宏安火拍嘅美國私募基金 AG 咧，就用20億咧就收購咗呢一個項目嘅。好啦，咁啊呢一個項目咧20億都唔算少㗎，其實咧每一間房作價大概係290萬左右嘅啫。嗱，不過咧呢一個項目咧租出去咧，聽講租得幾好嘅，即係如果係全部租得晒出去嘅話咧，每一個宿位咧都係租得幾好嘅，咁所以個回報率如果係計翻嚟嘅話咧，其實佢出嘅價20億咧啱啱好，同佢個回報率咧係大概5% 左右。咁啊未來日子裏邊當然啦，如果越嚟越多學生嚟嘅話，佢哋可以輕微咁樣將個價錢調高，所以咧呢一個酒店即係呢一個而家所謂嘅學生嘅宿舍咧，有機會咧係會升值嘅。咁啊，但係升值幾多，或者宏安會唔會係長期持有，定係見到有升值嘅話，可能就22億啊、23億咁賣出去咧？咁唔知㗎嚇。不過如果呢個租務市場係變得熱鬧嘅話咧，咁啊對呢一個項目咧就打個強心針，起碼你知道你用20億買入嚟咧，唔係蝕底嗰隻啦嘛，唔係要最後咧係要蝕住走嗰隻嘅話咧，對呢啲咁嘅投資公司嚟講咧，已經好有鼓勵性㗎啦。我哋咧都應該記得長實旗下咧喺香港都有好多嘅
酒店嘅，不過有啲咧就叫做服務式住宅嘅，即係服務式嘅酒店啦。咁呢度咧起碼有4間咧，我係知道嘅。咁啊，不妨咧同大家研究一下。其實咧呢4間而家個進度如何咧，我已經唔係好清楚。不過咧聽講係個別嘅呢啲住宅項目咧，即係呢啲咁嘅酒店項目咧，已經係轉話希望咧係變成一啲嘅住宅項目，然後咧就賣出去。不過咧做成點樣咧？跟進情況點樣咧？我就冇去研究。只不過就係見到呢一排如果有太多嘅內地嘅學生可以落嚟香港讀書嘅話，佢哋要住嘅地方，呢啲咁嘅服務式住宅咧，或者服務式酒店咧，就應該啱晒佢哋㗎啦。只要個價錢係合理嘅，即係個月租係合理嘅話，咁就 OK 啦。嗱，我哋首先咧睇一睇第一間呢個叫做雍澄軒先啦。嗱，呢一間咧喺2014年嘅時候咧就搞到一個大頭佛出嚟嘅，咁啊大家咧可能都未必會記得起㗎啦。不過我想話俾你聽，當時咧就係因為接到呢一個證監會嘅通知咧，就話認為咧有跡象咧係指出咧呢個雍澄軒呢個酒店拆售咧成為一個集體嘅投資計劃咧係唔得嘅咁樣講，但係咧當時嘅長實即係嗰個樓神啊，佢哋就唔認同咧呢個證監會嘅觀點嘅，因為佢嗰陣時咧。我記得佢係將啲酒店咧拆售咗之後咧，就係賣俾個別嘅人。譬如我可以買一間叫做206號房嘅，咁我買咗之後，我就係呢一間房嘅業主嚟㗎啦。咁咧佢哋咧就負責經營，咁啊賺到嘅錢咧就到時咧就分翻俾我。其實我覺得呢個 idea 幾好㗎，係咪先？大佬啊，成棟酒店啊買唔起啫，我買間酒店房都得啩，係嘛？咁其實幾好嘅。所以當時咧長實咧就認同就唔認同咧。就係呢個證監會嘅觀點，但係佢係基於呢個法律嘅意見同埋呢個希望咧，唔好大家有分歧之下啦，亦都咧唔想搞咁多事，即係唔想得罪政府啦。當時如果冇記錯咧，應該就係梁振英嗰個年代，所以咧。決定咧就取消呢一個雍澄軒呢一個所有交易，咁所有交易如果取消嘅話，因為個別已經賣咗出去啦嘛，所以長實咧就後邊咧就比較麻煩啲啦，要同啲個別嘅業主傾，咁啊嗰啲業主有啲我就知道咧就話，哇，我買咗你啲嘢，到時咧我要賣翻俾你，得你要收購翻啊嘛，冇問題㗎，我要高啲價錢咯。但係聽講咧有一啲係不愉快嘅事件發生嘅，即係話咧阿長實嘅李澤鉅咧就話。願意負責所有嘅費用，不過咧就唔願意咧就係俾啲即係俾更高嘅價錢收翻，咁所以有啲業主同佢打啦。咁啊，我記得咧有一份報紙，唔記得咗邊一份報紙或者邊一份雜誌講啦，相信咧嗰陣時阿李澤鉅咁講嘅，佢話我樓下嗰度咧用幾千萬請咗好多嘅律師坐喺度咧，日日都冇嘢做嘅。如果你想同我打官司嘅話咧，我奉陪到底。咁樣一講嘅話，嗰啲早排買咗呢啲咁嘅酒店房間嗰啲，都算啦，係咪先？最好最緊要有翻多少執下就算啦咁樣。所以咧最後咧，因為以和為貴嘅關係啦，所以咧就同呢個證監會咧就達成咗協議，屬於係多贏嘅局面。所以最終咧就係同啲所有買家應該係和解咗啦。至於點樣和解就唔知啦，因為呢啲個別事件咧已經唔會再咧係報章咧係唔會報導㗎啦。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咧就叫做海灣軒啦嚇。呢個海灣軒咧嗱，長實咧喺幾年前咧就已經開始咧就話要將呢啲咁嘅住宅式嘅或者係服務式嘅酒店咧就改成呢個住宅。嗱，咁呢度有張圖都講到俾你聽啦。應該個消息咧就係嚟自呢個2023年6月份嘅。當時咧頻頻將旗下嘅酒店項目咧申請改為呢一個住宅項目嘅長實咧，佢話最新咧就係希望咧就將紅磡呢一個海灣軒咧就向城規會申請咧改建約1665個住宅單位，然後賣出去。嗱，其實咧如果嗰陣時賣嘅話咧，就而家就算起好啊，要賣啊都難啦，係咪先？不過唔緊要啊，因為而家咧有貴客到嘅話咧，你可能將呢個1665個單位咧可以包裝打包咁樣咧賣俾啲基金佬，因為啲基金佬都係可能想長遠賺錢啫嘛。如果佢哋覺得計嗰條數，喂 OK 嘅喎，有成1000幾個單位，亦都可以租俾啲學生，學生嘅收入又穩定嘅話，咁佢哋可能制嘅喎。嗱，呢一次咧就可能係呢個長實咧發達或者發圍嘅好機會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兩個啦，一個咧就叫海韻軒啦，一個就叫海澄軒啦。咁呢兩個地方咧，嗱我哋逐個聽下。其實咧喺2023年咧，哇連續幾個月咧，佢哋長實都做嘢嘅。喺7月份即係1個月之後啦嚇，咁啊長實咧亦都表示咧想將呢個馬鞍山嘅
海晴軒咧係申請改為呢個純住宅項目啊，咁屋宇署咧早前咧已經發出呢個建築物嘅方案之批准嘅啦，咁啊住宅嘅單位數量咧大概係772個，咁啊佔咧就大概係84000幾尺啦，咁呢個住宅嘅樓面面積咧，哇都幾犀利喎嚇，有成48萬幾，咁總之有700幾個單位，嗱呢700幾個單位咁當然啦。梗係要補地價啦，咁啊唔知補成點樣啦，咁亦都唔知咧佢嘅進度係咪真係可以改得成啦？如果改得成又可以變做700幾個單位嘅話咧，都係嗰句啊，有貴客到啊，亦都可以包裝成咧，睇下點樣可以賣出去啊！咁呢一次咧嗱賣都得啦啩，嗱就算唔係全部賣晒出去，分一部分賣出去，咁都係對長實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啊，可以撥水啊！嗱，如果我冇記錯咧，馬鞍山呢一塊地咧。如果我冇記錯，當年咧阿李嘉誠咧就係嬲到震嘅，因為佢好似用200蚊一尺咧就買翻嚟嘅，咁啊啲人話佢同政府打龍通嘅，咁啊李嘉誠話你試下揾一個個價錢係高過呢個200蚊㗎啦，咁樣講係咯，咁所以咧阿李嘉誠咧就好唔妥嘅，即係成日都話佢同官商勾結嘅，咁佢話呢一個咧就真係200蚊買翻嚟嘅話咧，而家點樣計都唔會蝕㗎啦，呢個咧就係睇下佢可唔可以套現成功啦。最後呢一個啦，海韻軒啦。喺再過多一個月，2023年嘅8月咧，長實咧亦都話想將呢個酒店咧改成呢個住宅嘅項目咧，係冇停落嚟嘅，因為咧佢繼續咧向城規會咧就將紅磡嘅另一個海灣軒就改做住宅嘅之後啦嚇，咁啊希望咧就同呢一個隔離嗰個海韻軒咧就一齊申請啊，呢次咧牽涉嗰個單位嘅數量咧就唔係772個㗎啦，係1375個啊，咁啊呢啲嘅住宅單位咧。咁你諗下啦，係咪又可以攞嚟咧作為一個俾學生住嘅地方啊？喂，紅磡係一個好地方嚟㗎，係咪先？咁啊交通又方便咧，啱唔啱啊？咁所以呢一次如果佢走得甩嘅話咧，咁就 OK 啦。不過呢啲咧全部都係屬於叫做酒店服務式嘅。咁啊長實仲有啲係酒店項目嘅。咁如果酒店項目嘅話，嗱睇下佢而家嘅情況想點啦。如果佢係希望要錢唔要貨嘅，咁其實都有好多咧係可以賣出嘅。譬如喺尖沙咀嗰個九龍酒店咧，我啊覺得咧值得去考慮下嘅啦，係咪先？因為當時買翻嚟咧都唔係貴啊嘛，咁而家點樣計咧都係有着數嘅。咁啊睇下阿李澤鉅到底想唔想散水咯？如果想散水嘅話咧，佢咁樣做，我覺得都係可取之處嘅。希望咧佢最近嘅股價都好差㗎啦，咁啊希望呢一次咧有貴客到嘅話，希望佢哋嘅管理層咧重新諗過，點樣再重新出發，點樣再重新咧喺香港度咧賣緊啲業務，賺翻啲錢翻嚟，咁樣咧對間公司嗰個股價咧係非常之有幫助嘅。好啦，呢一集就講到呢度為止啦，多謝晒各位。